北山东妈祖进香昨是经到北港朝天宫，也上重要的仪式挂火，是动员数百人念要33万的香灯卡的名。也规个仪式全部完成了后，妈祖是登轿回銮，按算5月11登去到朝天宫。朝天宫主持会报法师主持仪式，各头吉祥书文，祈求庇佑国泰平安、风调雨顺。明日白沙屯朝天宫妈祖到北港进香，上重要仪式就是挂火。官方统计，今年报名的香灯卡有将近33万人。几啊百人伫庙前探名字，一直到数文顶牌名单读完，一张一张放伫万年香火当中烧，场面庄严壮观。透早饭点，法师搭风条完成挂火仪式。白沙屯妈祖甲山边妈祖登轿了后，在信众包围之下，杀进杀出，了后冲出庙。离开朝天宫了，回銮一道路香灯卡追随，信众跪地拜甲长老道，等咧软轿卡求平安。有翁某三囡仔，规路拢无怕忝，也让对吉平君的脚步感受满满的人情味。每个信徒都蛮有人情味的，这样。其实行经的心得就是非常的累，非常的辛苦啊。不过大家目标都一致啊，就是跟着妈祖进香。机关署趁这传统大代志，提醒民众落实顺道清路，避免有带病的蚊仔。一路要志工协助环境清洁，也有热情信众互相加油。香灯卡行到天色渐渐光，上拜路顶有8日，按算5月11会登去到朝天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